藤本樹近年爆紅，佢嘅作品《鏈鋸人》除咗變成動畫喺 Netflix 上架，最近仲同日本環球影城聯成合作。不過佢走嘅並唔係《龍珠》、《Slam Dunk》或者《火影忍者》嘅王道漫畫路線。故事主角除咗冇拯救世界嘅熱血之餘，一開頭已經有嗰啲有食人啊、有奸啊嗰啲，佢一定唔係王道咯。咁係唔係代表王道漫畫已經唔再係大勢？我哋揾嚟本地動畫師喺香港發行呢部片嘅負責人，同埋推廣漫畫團體一齊傾下。即係你努力，你就會變化，然後你就會打到個敵人。咁但係喺現實世界其實好抽離。藤本樹雖然人氣高企，但背後就俾人質疑佢係唔係有病。你知唔知佢曾經生吞過自己養嘅魚？有病冇病都好，毋庸置疑佢嘅作品真係好受歡迎。Look Back 雖然只有短短143頁，但就得到漫畫界同藝術界大名力讚，厲害到要變成動畫電影。我自己翻去咗都有4次。今集由 Milk 主理嘅 Big Brand Theory， 我哋就嚟分析一下點解藤本樹咁有人氣。喺網絡漫畫普及之前，唔少人都係睇周刊少年 Jump 嘅漫畫長大嘅。即係嗰陣時仲有叫 exam 啊，每一個禮拜就會將少年 Jump 嗰啲嘢轉移過嚟㗎嘛。由90年代嘅《龍珠》、《Slam Dunk》、《幽遊白書》到2000年代嘅三大王牌，就算未睇過都一定聽過。呢本漫畫雜誌嘅命運就喺鳥山明決定投稿去嗰一刻徹底改變。當年日本漫畫市場近80%讀者都係追住佢嘅作品嚟睇，最巔峰時一期嘅發行量可以去到成653萬本，而成功背後隱藏咗一條不明文嘅黃金公式。個三個好大元素，友情、熱血、勝利咁樣，佢同王道有某程度嘅一個 overlap 嘅嘢，所以後來可能將呢樣視咗為王道嘅其中一個代名詞。即係話王道漫畫其實入邊嗰個黑白個分明都好重要。其實跟隨當代嘅普世價值去傳達一啲信息嘅，咁樣呢通常就會 kind of 叫做王道咯。會到咗某啲大嘅篇章，用呢啲全世界借做嗰樣嘢去達成一個好共同嘅目的咁樣。即係譬如 Slam Dunk 咁，可能唔係拯救世界，但係佢哋成隊人一定要贏嗰場波咁。好似《龍珠》中嘅悟空就係不斷拯救地球，追求和平。不過近年周刊少年 Jump 嘅人氣作品似乎已經唔係走傳統嘅王道套路。大熱跑出嘅鏈鋸人就係一個例子。佢嗰個目的同埋嗰個奮鬥嘅目標都係好個人，而佢都冇特登要去努力或者係做啲咩令自己更加厲害咁樣啦。同藤本樹共事超過10年嘅漫畫編輯林士平表示，自己加入周刊少年 Jump 嗰段時期，從未提過要重視友情、努力、勝利。佢哋關注嘅係讀者調查同培育新人。當林士平轉入月刊漫畫雜誌 Jump SQ 之後，藤本樹就係佢發掘出嚟嘅新人啦。藤本樹17歲時畫咗一篇叫《在庭院裏曾經有2隻雞》嘅短篇作品，投稿去 Jump SQ， 內容講述外星人入侵地球，食晒啲人類。2位主角為咗保命而着住公仔衫去扮雞，情節好離奇過癮呢。而呢篇作品就令到林士平主動打電話聯絡藤本樹，決定成為佢嘅編輯。起初佢畫嘅係短篇作品，到2016年先連載第一部長篇《炎拳》。頭先一開頭已經有嗰啲食人啊、有奸啊嗰啲，所以佢如果用呢啲，佢一定唔係王道咯。交代下其中一段情節先。軍人尤坦想殺死主角艾格尼之際，好中意電影嘅托加塔，因為想拍一部由艾格尼主演嘅電影，於是跑咗出嚟一嘢斬咗尤坦個頭。托加塔拎住尤坦個頭，跟炎拳咧就去追住佢，咁樣佢哋就喺海邊上演咗一幕好漂亮，有啲水花嘅一篇追逐戰，係啦，跟住然後好開心嘅咁樣嘅。我覺得呢一幕係其實都幾講到藤本樹佢嘅作品其實行緊一個乜嘢方向咯，就係佢要帶咗啲諷刺之餘，佢嗰個畫面一定係衝擊到好多人嘅價值觀啦。憑住炎拳、鏈鋸人、Look Back， 再到再見繪梨，藤本樹一步一步闖出國際。2022年佢就躋身成為美國漫畫銷售榜嘅第2位，力壓《鬼滅之刃》同《咒術迴戰》幾位漫畫家。日本嘅讀者已經唔再係單單追看王道漫畫，近年異世界呢個類型亦大受歡迎。
我會覺得近年咪多咗一類型咪轉生，佢 skip 咗某樣嘢，佢即刻可以令到件事更加可以快速去達成。即係其實呢個可能同而家嘅生活習慣係有關，即係你可以譬如你睇片，你可以 fast forward，可以1.5倍速咁樣去睇。口味轉變同讀者嘅價值觀某程度有直接關係。根據日本調查，Z世代當中有大約60%人有閱讀漫畫嘅習慣，而就紙本分隔觀察，依家睇漫畫買漫畫嘅讀者群大概介乎喺10歲至30歲之間。90後嘅藤本樹提過自己創作《鏈鋸人》裏面極其普通、唔太努力嘅主角電治，佢忠於自己拒絕外人強加嘅期望，其實係年輕一代嘅投射。佢哋唔會追求高人工，反而崇尚每日都可以簡簡單單咁生活。會唔會另一個角度就係睇漫畫嘅人老咗咯，長大咗，咁而家可能即係會想揾多啲唔同類型嘅嘢睇。唔按常理出牌嘅藤本樹就啱晒數啦。我亦寧願保住隻貓，都唔想去救人嘅時候，佢好明顯其實係應該有少少特登反其道而行添。即係譬如可能講緊厭犬啦，好 harsh 嘅環境入邊，既然有個人就好中意拍電影，咁呢啲好跳脫嘅劇情走向個視覺上或者嗰啲分鏡編排啊嗰啲都係有趣。佢嘅作品會係俾到即係新嘢同埋期待嘅感覺俾我咯。即係我睇嘅時候會你今次玩咩咧咁樣，會諗呢樣嘢。我覺得呢個都係佢一個犀利嘅地方。畫得出咁出其不意嘅情節之餘，喺現實生活入面同樣估佢唔到。佢曾經同女友養咗條魚，某年夏天條魚死咗之後，本來諗住將佢埋喺樹下，但見到螞蟻運屍嘅時候，佢就動起憐憫之心，趕走咗啲螞蟻，然後就自己食咗條魚啦。再加埋2011年上傳過呢條就咁喺度跳嘅片，就係咁引發起網民討論藤本樹究竟係咪有病㗎？哇好癲啊！藤本樹跟住可能就其實只係一個 marketing 嘅 strategy。佢仲開咗一個人設為小學3年級女生嘅 X account， 早年因為違反未滿13歲人士不可使用嘅條款，被官方凍結咗。佢就即刻開咗個臨時 account， 公開鏈鋸人未公開過嘅草圖，證明自己就係開長山小春呢個 account 嘅人。癲嘅話就一定唔係，因為佢有好多入邊充滿住計算而造成嘅一啲衝擊嘅效果咯，係啊。本身佢個邏輯係好強，即係佢一定係知道邊啲係踩界，邊啲係會侵犯到某啲人嘅即係思維啊，邊啲嘢係啲人中意睇。係同埋因為佢畫咗 Look Back 呢本嘢，佢基本上就係已經可以證明到佢完全唔係癲嘅啦。佢話俾你知你要我做啲正常嘅嘢，我冇問題咯。近年藤本樹討論度最高嘅作品，應該就係放喺集英社少年 Jump Plus 網站上免費俾大家睇嘅 Look Back， 得到無數位藝術家創作人嘅好評，仲令到少年 Jump Plus 有史以來第一次單日瀏覽量突破250萬次，唔夠半個月就有成500萬人睇過。今年變成動畫電影後，令藤野同京本呢兩位女仔追尋漫畫夢嘅故事再度成為話題。喺香港發行呢部片嘅負責人表示，佢哋引入呢部電影並唔係純粹嘅商業考量。我哋收到嘅片其實就唔係佢完成品啦，咁係一個佢哋分鏡嘅一個試片嚟嘅。但我哋單係睇嗰啲分鏡已經係好感受到佢點樣好用心去還原呢一套漫畫嘅作品嘅。最估唔到嘅係呢部作品能夠感動到唔同年齡層嘅觀眾。有一個觀眾去講話佢自己係社工，自己最俾呢套電影觸動嘅地方其實係同人嘅生離死別都有啲關係嘅。你嘅摯友或者至親因為意外而死亡嘅時候，有好多人第一個反應就會係自己怪咗自己先，就好似主角藤野咁，佢見到佢摯友出咗事之後，佢就問到底係咪因為自己令到佢會遇到呢個意外呢？去到截稿前，依家累積入場人次已經去到6萬人。你自己有冇翻睇呢？咁有嘅，我自己翻睇咗都有4次。咁我覺得呢個對於有做嘅創作嘅人都會有好有共鳴，就係到底創作咁辛苦係為咗啲咩呢？講到創作，曾經參與 Netflix 節目嘅動畫師刀仔都好中意呢部作品。
藤野去佢屋企，跟住佢咪衝出嚟，跟住同佢講啊，我真係好中意你啊咁樣咧，好搞笑。即係嗰一幕係你完全冇想像到，原來京本係一個咁樣嘅角色性格。但係咧，你又見到藤野個樣咧係，係咩？係啊，你中意啊？係啊，我出道噶啦，即係嗰個沉住一幕，其實內裏已經喺度翻騰緊。其實呢個畫面係超有喜感啦，佢好肉緊，跟住我又好肉緊。啲四格真係好勁啊！其實起承轉合喺晒度，藤野係有料嘅。Look Back 其實係藤本樹嘅半自傳，就好似宮崎駿嘅《蒼鷺與少年》一樣，將自己同身邊嘅人入畫。你記唔記得藤野因為聽到同學話佢嘅畫好普通，令佢心有不甘，決定日日夜夜磨練自己嘅畫功？其實係藤本樹嘅親身經歷嚟嘅。中學時佢將插畫投稿網站上面同佢同齡而畫得好嘅名記低，見人哋畫得好而擔心到聯絡網站上面嘅作者，問佢哋係用咩參考書嘅。咁呢啲位都係創作人都會棘到，即係睇到就會諗到自己。其實我都係咁，我都要可能再努力啲，先至可以達到追過某啲對手咁樣樣。而藤本樹嘅母校就係京本所就讀嘅美術大學。有冇留意藤野張工作台啊？如果你做動畫嘅話呢，擺塊鏡喺台面係一個好常見嘅事，尤其是畫一啲演技表情有關嘅時候呢，你最直接就係望住嗰塊鏡，然後就睇自己表情。可能你畫嬲樣就會一路個樣好嬲，然後就跟住你畫。最直接嘅 reference 就係自己。藤野作為漫畫家出道之後，推出名為《Shark Kick》嘅連載作品，無論係角色造型定係連載到第11話就宣告動畫化嘅設定，都同鏈鋸人相當一致。藤野呢個名，大家就咁睇都大概估到其實係藤本樹自己啦。咁可能佢有藤本樹自己創作人高傲嗰部分，京本咧同時都係有住創作人對於嗰個純粹美嘅追求同藝術嘅追求，好似將藤本樹本人放咗去個故事裏面，我哋見到佢嗰個創作歷程咁啦。至於故事入面集英社嘅編輯，簡直就係林士平嘅寫照。其實唔止 Look Back 好赤裸咁表現自己，佢好多作品都肆無忌憚咁話你知佢好中意電影，就連鏈鋸人嘅片頭都係向電影致敬。再見距離仲全篇都以類似電影分鏡嘅方式畫出嚟。藤本樹有唔少作品都係喺網上刊載，網絡漫畫嘅發展係唔係令藤本樹爆紅嘅其中一個原因呢？日本網絡漫畫自2014年嘅銷售額就突破咗1000億日元，而2014年正係網絡漫畫平台少年 Jump Plus 面世。總編輯細野修平強調，有個平台俾新人出版一次性嘅作品非常重要。依家只要內容有趣就可以喺 Jump Plus 上面發表，而且世界各地嘅人都可以睇到。因為你唔需要印書，成本低咗，佢可以試嘅咪多咗。網絡漫畫越嚟越成熟，對漫畫類型發展又有冇影響？而家個市場嗰個生態就已經係只會越嚟越多唔同類型嘅漫畫出現咯，係啊。而個王道所需要嘅資源大嘅，建立角色啊、修練啊等啊，呢啲係要鋪排噶嘛。依家已經唔會單單由王道漫畫獨攬所有資源，反而會出現好多其他嘅可能。喺漫畫或者動畫世界入邊，啲古仔啊角色可能就會係熱血啊衝啊，即係你努力你就會變化，然後你就會打到個敵人。咁個 pattern 係咁。咁但係喺現實世界其實好抽離，所以咧如果你喺一啲咁其他嘅漫畫入邊出現一啲唔努力嘅角色咧，你就會好容易代入到而家嘅漫畫入邊，可能有好多都係邪道入邊嘅王道嚟，但係佢收得好埋嘅可能。然後你入咗個坑都唔知，所以其實鏈鋸人我覺得嗰啲都係邪道嘅王道嚟㗎。我就會覺得係正又係有個 One Piece 喺度，佢就話俾你知，其實佢呢樣嘢都係好多人中意。即係我相信人類係冇咁大變化啦，即係會覺得其實佢中意嘅嘢都係中意，大家到最尾其實都係會中意睇邪不能勝正打低一個好憎嘅敵人，好爽快呢樣嘢。友情、努力、勝利，雖然好似好老土，但似乎總有一班人嚮往呢種熱血精神，令到呢條公式仲可以 work 到。